我 on air 之后，它位元率就开始送，然后通常是 OK 就好了，然后它开始出现 percent 就是要开始注意了，然后到100%就是全掉，封包全掉，就是网络上看的人会卡，就是看就卡住了这样子，对，好，所以直播机这样子，再来这一台。对，这台可以玩玩看，就是这个是左右，我们可以啊，因为这个有点旧，所以它有点，它需要推大力一点，或者是推小力就慢一点，就是有点像摇杆玩，然后往逆时针转是缩小，然后顺时针是放大，这样子。然后刚刚说的切换嘛，现在我在3号时候我在控那一台。好，那我现在切2号，2号在这里，2号的摄影机，然后2号是在下面嘛，所以它缩小，然后我们就可以，例如说，做礼拜我们要十字架，这样子，对，就是我们可以切，然后我们的摄影机好像都可以算转360嘛，但是它是一边180吧，270，所以其实2号你可以这样子转，可以转到这。隐藏的，就是你可以把它转到它背后看，但基本上不常用，大家都通常用3号直接拍比较快，因为你2号通常还要接来接去。好，那我刚刚说的切换在这里，这里是我们输出画面，那输出控制的是这个的话你可以看到1232，那这边也是1234 output 的1234，然后去接它output 的接1的 input 的，2去接2的 input，3去接3的 input。那它主要是接到这个画面，用在这个画面上的，就这是监看，就是1、2、3，然后这边才是真正输出到我们这台直播机上的。所以呢，如果我们要切，先按输出再按输入，所以我例如说我要切1，我这边先按一下，它这亮起来之后，然后我按一下1，等一下，然后就切过去了，对，就这样子。所以就记得先按输出4，然后我要切3，它就切了。如果你先按这里，它不会理，它没有，会，要等它消掉。它这消掉之后，它就不理，就它判断不出来，因为它都是先从输出，你要选择你输出的，例如说我现在按其实没有反应，所以要先按输出再按输入这样子。那我们输入只有3个，所以只有1、2、3， 4就没亮，就是没有讯号。因为我们只有3个摄影机。好，最后直播的话，我这边直接示范切一个，等一下我蹲着好了。